藤懸崖生長，能迎難再上，不稀罕普世來鼓掌。似石頭沿途風霜，仍還強進化，不伸手都要誰欣賞？為什麼定義我？世界不應該只得一種結果。是萬藤懸崖生長，能迎難再上，不稀罕普世來鼓掌。似石頭沿途風霜，仍還強進化，不伸手都要誰欣賞？為什麼定義我？世界不應該只得一種結果。是萬藤懸崖生長，能迎難再上，不稀罕普世來鼓掌。似石頭